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又到咗黎 Sir 學堂嘅時間啦。拍呢段片頭嘅時候，黎 Sir 就仲未知道自己嘅 DSE 成績。雖然考評局會發一個成績嘅短信俾我，但我決定唔會偷睇賽果，而選擇等到成績單嘅紙本寄到之後，再以甩牌嘅方式逐卷開估，就好似想睇世界盃嘅直播一樣。如果唔想捱眼瞓嘅話，一早起身就會清走晒啲賽果資訊，然後睇翻比賽嘅過程，務求達到現場直播原汁原味嘅效果。所以想同我黎 Sir 一齊見證緊張刺激嘅時刻，睇老師真情流露嘅一面呢，千祈唔好行開，我哋一齊開箱。好啦，成績單已經收到啦，咁究竟我呢一年所下嘅苦功有冇白費呢？係咪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呢？我哋一齊揭盅啦。好啦，下晝咧就收到成績單啦，咁啊即刻現場開箱啊！哇，心情都有啲緊張喎，哇唔講得少啊，有啲淆底啊！好，我哋咧就逐科揭曉嘅。好，我哋先睇一睇中國文學，原來係攞5嘅。好，睇下中文寫作先，寫作攞5，閱讀卷攞4，夾埋都係攞5啊！咁黎 Sir 咧就根據考評局嘅數據推算翻2026年中文科各個等級嘅考生人數，發現咧2026年整體嘅考生人數咧上升，但係考到5級或者以上嘅百分比咧不升反跌喎，呢個咧就值得我哋關注嘅。咁另外咧，由2024年優化課程計劃開始，表現最好嘅咧都係2025年，呢個咧唔知係咪隔年效應嘅魔咒啦。當然，考評局咧就否認同考試嘅試卷深淺度有關啦。同學或者老師咧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喺描述欄嗰度自行下載嘅。嗱，以下咧我就會示範1試卷複核啦，同埋2買卷嘅申請步驟嘅。嗱，如果自己申請嘅話咧，就可以繼續睇埋落去嘅。咁因為咧有啲學校咧係可以幫同學申請嘅。好，首先咧就講一講試卷複核先。嗱，咁我通常咧就入咗去呢個香港中學文憑試嘅網上服務啊。咁入到去之後咧，我就會入翻去自己嘅 account 嘅。好，入到去之後好簡單啦，複核成績。複核成績之後咧，撳呢個進入。入到去咧，你見到個版面嘅，呢度本身有你自己嘅成績嘅。咁你自己咧就選擇啊，究竟咧係重閱邊一份答卷啦。咁當然價錢會有唔同啦。咁輸入翻自己嘅 email address 啦，跟住撳提交。咁跟住咧就會出現交錢呢個版面啦，你可以揀信用卡啦，或者係便利店啦，跟住就完成噶啦。好啦，之後咧就講一講埋買卷啦，右下角啦，網上嘅服務，跟住咧就係呢一個位啦，查閱個人資料申請。咁然後咧就係呢一條 hyperlink 啦，咁你撳開始申請啦。咁跟住咧就依照翻你嘅個人資料填寫你嘅英文名、考生編號、身份證號碼等等啦。呢度咧有個位咧提醒翻同學嘅，咁我填寫嘅時候咧都填咗好幾次啊，因為咧佢間唔之中咧就會彈翻出嚟嘅，就話我輸入姓名咧係唔正確嘅，咁所以咧我就用翻大同埋細楷啦，咁樣如此類推，咁啊填翻考生資料啦，同埋身份證號碼啦，咁呢度咧就有個驗證碼嘅，咁啊照填翻落去，確認翻你嘅電郵地址。如果你呢個驗證碼驗證成功嘅話咧，下低就會出現咧你應考嘅科目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剔選翻好似黎 Sir 咁樣，要買中文科嘅卷嘅，咁你撳繼續啦。你要上載你嘅身份證嘅，咁跟住咧呢度又要留意啦。你要先咧下載咗呢一個查閱資料要求表格樣本，嗱，因為好有用嘅。紅色筆嗰啲咧就係你可以照抄落去嘅，即係除咗你嘅個人資料啦嚇，個人資料呢肯定唔同啦。但係呢啲紅色筆嘅字咧剪貼啦落去嗰個電子表格裡面嘅。咁你話使唔使簽名啊？電子表格咧係唔需要簽名嘅，除非你交實體表啦。實體表跟住 scan 咗之後 upload 上去啦。如果你好似黎 Sir 咁樣交電子表格嘅話，即係呢一啲啦，即係用電腦剔選嘅話咧，係唔需要簽名嘅。好啦，咁呢度咧你全部照抄啦。咁我哋去翻正話嗰個版面啦。咁就喺呢度啦，下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申請表格啦。好啦，就去到呢度。咁你碌落去下低呢一度啦。嗱，呢一度咧。呢啲咧就係正話，你將紅色筆嗰個表格裏面啲嘢咧，就照抄落去嘅。好，咁呢啲咧，呢個部分咧，咁當然個個唔同啦，你又要自己填噶吓。咁你主要咧就睇翻佢嘅樣本俾你就得噶啦 ，OK 噶啦。總之紅色筆嘅字咧，你全部嗱呢一度啦，參閱電子表格、補充表格，填好晒之後咧，就自己要 save 好佢先嘅。咁然後咧，佢就要你 upload 上去嘅。
咁你瀏覽揾翻自己正話 save 嘅 PDF 檔案啦。咁跟住咧，譬如中文咁樣，你揀咗中文啦。咁跟住撳繼續，咁佢咧就會出現呢一個版面噶啦。咁然後申請費用，咁你跟住撳提交，出現呢個交錢嘅版面啦。然後最後咧就有一張回條俾你，咁你自己 save 好佢啦。好啦，主要嘅程序就係咁啦。總結今次嘅成績，中文科嘅卷一同文學科嘅成績的確有啲未盡人意，但既然自己已經蒼顏白髮，一把年紀都能夠同一眾嘅年輕人參與賽事，總算係無憾無悔，所以心情反而冇2024年咁失落，甚至更加堅定不移添。最後我寄語今年嘅考生，考試並唔係終點，更加唔係高峰，只要回首自己走過嘅路，話唔定好戲在後頭，因為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嘛。下次再見。